没么大一家没办法开张，能开张，后面话也是做面，餐那边也是不出味道站边，被炸列名西蒙朝安达路列表，耶稣波错味道我站出会堂的那个时候变炸呢名西蒙朝安达路列表安达路列表耶稣波错味道我在出会堂的时候变炸呢鼻子的名西蒙朝安达路列表耶稣波出味道我站出会堂的时候变炸裂鼻子的名西蒙朝安达路列标就是家，就是这个宝字，标就是家。耶稣播出味道站变炸裂名西蒙朝安达路列标，他们之间就去了安达鲁的家，要做酒，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做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